節目內容只係個人意見同埋資訊分享，唔構成投資建議。如果大家想投資嘅話，記得喺之前揾一啲專業嘅意見。Hello， 歡迎收睇 Wow 財經資訊台，我係 Wendy， 隔離有 Jason。咁喺節目開始之前咧，記得要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 掃一掃呢個上面嘅 QR code 啦。咁如果掃唔到唔緊要，下低留言區咧我哋會擺個 link 入去嘅，可以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group。咁啊，事不宜遲，即係開始啦。咁我哋咧2-3個月前咧就講呢一個嘅富途事件咧，就引爆咗出嚟咧，就係即係中國政府開始追稅啊，追一啲即係中國公民喺境外嘅投資有20% 嘅稅。咁我都知道咧，其實你有親戚咧，其實都俾人 call 20%，我仲要係係啊。想問下點樣咧？咁我親戚就喺廣東噶啦，咁本身都有啲錢噶，係講緊唔係幾百萬嗰啲有錢，係過億嘅資產。咁佢自己就收到電話啦，要補翻稅。咁補嘅稅額咧就唔係20%，係30%。哇，好誇張喎！即係20%係 percent up 上去喎。20%係基本嘅收費啊。咁其實 call 得你都知道晒你所有嘅資料噶啦。係。咁其實冇得唔理，除非你話我唔喺大陸做生意咯，或者我全家唔再喺大陸啦。咁你就可以決定唔交嘅啫。如果你要交，佢都係交咗啦，補翻晒噶。OK。咁所以其實有啲人之前啦，可能我哋2-3個月之前分析啦，哇佢大驚小怪唔會咁樣做啊。其實我覺得係唔係太了解國情，或者佢對一啲政治嘅信號唔係太敏感咧，佢先覺得我係大驚小怪。但係如果你話你本身對政治好敏感嘅人咧，其實咧佢哋已經一連串嘅動作做晒噶啦，係啦。咁我哋自己啦分析完啦，就覺得呢一個行咗第二階段嘅啫。係。咁啱第二階段咧，佢做咗啲咩咧？保險啊！保險嘅分紅保單咧，佢都話嚟緊咧，我哋就會收20%噶啦。哇！都好大鑊喎。咁佢亦都出咗新聞話俾你聽，唔需要大驚小怪啊！呢個唔使過分解讀啊，因為咩啊？呢個已經好明確地寫咗喺你個法律入邊噶嘛。係。所有嘅中國公民喺境外投資，全部都要交。基本增值部分你要交20% 稅率噶嘛。咁所以唔需要過分解讀，因為一路已經寫喺度啦。因為一定會追你。係啦。咁以前唔追，係以前未都行啫。係。咁你話有冇爆我？有冇法例喺度？一直喺度噶啦。係。所以佢嚟緊係會執行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你係即係某啲保號啦嚇，冇乜 A 乜雲乜匯乜，OK？阿爺你交名單嘅時候，你會唔會唔交？都要交，如果唔係你真係做唔到生意喎。係啦，咁所以就係話冇得唔交。咁佢亦都係因為呢個消息啦，啱講嗰幾間嘅公司其實都有一個好明顯嘅回調出現咗啦喺股票上面。OK？咁所以呢樣嘢唔係叫空穴來風啊嚇，唔係呢啲叫生安白造，係不停係執行緊咩？係。咁另一單更加誇張係咩咧？係中國嘅信託。OK？Trust 其實就即係講真嗰個 trust 你唔好難撼動佢噶嘛，係咪先？因為 trust 嘅力量都好強大嘅。係啦，咁但係我可以同你講就係，你唔好覺得你啲錢、你啲資產放得出之後，佢增值部分就可以唔使交稅。So sorry， 你嘅資產放咗 trust 都要交稅。咁大鑊？係啦。咁呢一樣嘢，即係都幾大鑊下喎。就影響咗我哋好多行家，因為好多行家係做信託噶嘛。係啊，都係幫富人去做一個信託嘅管理啦。係啊。但係如果呢一條報案一出嘅話，其實唔好覺得你有出就可以合法地避稅。咁你嘅傳承都打折扣喎，起碼至少打8折，傳承俾你嘅下一代要打8折。咁呢樣嘢就可能就會即係慢慢會影響深遠咗啲啦。係。同埋有時候即係唔好覺得我拎住個中國護照或者其他嘅護照去到海外開一啲金融機構就可以成功避到稅。OK， 如果你嗰本護照入邊寫住你國籍仍然係寫住 Chinese 嘅話，so sorry，你嘅金融機構係好大責任。係需要去匯報俾中國政府聽嘅，OK， 所以 even 你拎咗可能外國護照，但係你係嘅出生地仍然係 Chinese，OK， 即係 China 嘅話，都仍然係會納入咗呢個 CRS 嘅喺入邊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就要去理解下呢樣嘢啦。第三步啦，我哋之前2-3個月之前都分析過噶咯，係咩啊？會打港樓，肯定係大佬。係啦，會打港樓噶啦。有啲人話我大驚小怪啦。其實最近呢一個月嘅成交量，其實都跌得都幾犀利噶。係啊，因為即係講真嗰句嘅，即係可能大陸嘅睇樓嘅人咧，可能冇之前咁多咯，應該係。咁雖然可能有啲樓盤仍然話萬人空巷咁樣，但係其實如果你喺呢一個緊箍咒上邊咧，其實咧，我覺得大陸嘅資金佢仍然係會觀望先嘅，就唔話咁大舉落嚟去買港樓。其實買港樓係比買股票或者買其他嘅資產嚟講係更加難變現嘅。因為佢需要啲時間，你變現嘅時候，我樓下可能放盤9個月都未買得出嘅。
OK， 咁所以其實樓咧，其實個流動性冇其他嘅資產係咁快。OK， 咁所以其實我哋預期啦，可能港樓咧嚟緊可能有10%至20%嘅跌幅係會再出現嘅。即係如果咁樣嘅話，其實喺2026年底至2027年咧會嚟緊會再有一陣，即係可能港樓會再跌多一陣落去。冇錯，冇錯，我哋會相信啦係會出現嘅，係啦。咁另外就係有一個原因可以解釋翻點解佢會有呢3部曲嘅出現先嘅。咁其實你睇翻即係國內嘅數據啦，其實上年咧外貿嘅金額即係個賺翻嚟嘅錢啦，係破紀錄嘅，係賺咗過萬億嘅。但可惜唔翻嚟中國，咁佢賺咗咁多錢，咁中國政府都好難收佢翻佢稅嘅喎都。係啦，咁但係你睇翻佢個外匯儲備增加嘅幅度係幾百億，即係你賺咗1萬億，但係你嘅戶口係多幾百億，係啊，當中嘅9000幾億。即係小巫見大巫嘅，其實冇落翻去國內嘅喺入邊喎，可能去咗外國啦，有啲可能去美股啦，去咗其他國家啦。咁其實阿爺就係想將呢啲錢係留翻喺國內，OK，甚至乎係因為即係內地啦，有一啲地方政府嘅問題啦，例如可能即係賣地收入減少咗啦，咁可能佢嗰個地方嗰個赤字係好嚴重噶啦，咁所以先要啟動咗呢新一輪嘅行動，去令到可能地方政府可以喺個稅收方面係會升翻少少嘅，同埋可以維持翻佢運作咯。係維持翻運作啦。咁我哋自己有下一步嘅分析咧，係會覺得咧，佢係希望引導更加多人去入翻去 A 股嘅。如果我哋睇翻咧最新嗰個條例嚟講咧，你作為一個內地人，一個中國公民，你買 A 股賺嘅錢係唔需要交稅嘅。係啦，但係你係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公民買咗美國嘅股票賺錢係要交稅嘅，係交稅嘅。咁如果兩者取其輕嘅情況底下，可能有部分嘅錢就會翻翻去 A 股。A 股炒翻 A 股啦。係啦，咁其實呢一個引導係一個組合拳嚟嘅，唔係一拳係係不停做緊唔同方向、唔同方位嘅嘢，可能達到嘅效果就係要刺激翻國內嘅金融嘅體系啦，甚至乎國內嘅經濟啦，將啲錢引導翻去自己個本土入邊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咧，佢呢一波嘅動作仍然係未完嘅，可能最終真係會打埋港樓咧，先會完結成個行動嘅。咁如果你完結嘅話，可能呢個持續性咧就唔係即係今年完成咯，可能會係持續到去27到28年咁樣。冇錯。明白。係啦，咁我哋繼續密切觀察啦，會唔會我哋又再次預中啦？係咯，我哋再到時啊，再 update 翻大家究竟呢件事其實持續幾耐咧？咁今集咧就多謝 Jason 啦，同我哋分析咗呢一個嘅中國政府去收中國公民喺境外嘅稅咧，一啲 update 嘅事項嘅。咁大家咧，如果對呢件事咧都有啲發表嘅意見啊，可以下低留言噶。咁我哋都要呼籲大家，咁啊記得咧就掃我哋上面嘅 QR code 去加入我哋嘅 WhatsApp group 啦，或者喺下低留言區咧去 click 翻條 link 去加入我哋 WhatsApp group。咁我哋今集到呢度啦，下集再見啦，拜拜。